尽头，我没想过逃脱，为什么我要逃脱？谢谢你给我一段快乐的梦遊。如果我忘了我，請幫忙記得我。多謝今日大家嚟到我哋3個嘅我和我的好朋友們嘅簽名會，多謝大家。係啦，打風喎，大家都風雨不改嚟咧，我哋真係好感動，好開心，同埋有上天嘅恩賜啦，今日都幾好天氣啦，打風打得嚟都係啦。當初嗰份單純，你仲有冇堅持住啊？記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個夜晚，別忘掉越是靠堅持醫好每個傷患。記住襯上有些本錢，錢多一些賬單。歌曲《新不了情》是1993年香港同名電影《新不了情》的主題曲，讓我們一起重溫當時的經典時光吧。回憶過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為何你還來撥動我心跳？愛你怎麼能了？今夜的你應該明了，願難了，情難了。15歲的我很倔強，滿身都是刺，但感謝從前的自己，我才能擁有今天的模樣。人到中年的我，時常會懷念15歲的初心，勇敢無畏。我們繼續走下去，繼續往前行，看這條路看讓我們走到哪裡。我們相去的地方，一定也有人很想去。我們都不要放棄，都別說灰心，永遠聽從刻在心中那些聲音。这里 baby 一直在愛你、I love you oh yes I do 永遠都不放棄這愛你的權利。我愛你。
说好没有秘密，彼此很透明。我会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較公平不公義。咁我哋三個咧，因為呢個中年好聲音3而結緣啦。點解我哋今日3個可以一齊咧搞到呢個 fans meeting 咧？係因為我哋3個咧都係對愛表達好直接嘅人嚟嘅，所以咧我哋頭先唱咗愛很簡單啦。係啦，我哋爭啲冇係親嘴嘅啫，我哋係啦，爭啲冇。係啦，咁除咗我哋中3之外咧，其實我哋喺呢個比賽入邊咧，我哋都識咗好多嘅師兄師姐啦，佢哋都係幫咗我哋好多好多嘅。其實呢首歌咧，我都係想向你表白㗎。係咩？係啊，呢首歌係我嘅心意嚟嘅。係啊，你留意下。好，多謝好。喜歡你那雙眼動人，笑聲更迷人，願再可輕撫你那可愛面容，挽手說夢話。Hello， 多謝龍老闆今日可以嚟到我哋個 fans meeting。我今日問佢你着咩衫啊？佢話佢咁樣，我話哦，咁不如我都咁樣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其實咧講起呢個 fans meeting 嘅起源係點樣咧？就係上次咧我同阿創偉去咗阿師兄嘅live 啦，跟住咧阿師兄就喺個 live 度，你要搞 fans meeting 啊！但係其實嗰陣時我乜嘢準備都冇，諗法都冇嘅。好啦，咁佢俾咗呢個 ideas 我，跟住我就好啦，拉埋我兩個好姊妹，好姊妹一齊搞啦。因為愛情怎麼會有滄桑，所以我們還是年輕的模樣。因為愛情在那個地方，依然還有人在那裡遊蕩，人來人往。如果記掛回去好嗎？離開更怕回去好嗎？太渴望聽海，太渴望看海，太渴望最早銀河上歸來。在世俗眼光，還為我雙眸失神，圖我情深，還圖我眼波銷魂，與我私奔，還與我寸步而成，把我hand倒在大海，把我與海無爭。
来来来来，过来就不用过来，不要下去了。下一个嘉宾是你哥。是的。不应该是他吗？然後下一個就是他啦，哥。呢個大哥哥咧就係一路都好幫助我哋啦，俾好多嘅聲型嘅 exercise 俾我哋啦嚇。應該的。俾你啫嘛，冇俾我。俾我係冇錯，多謝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大哥你瘦了，大哥你瘦了，你都有腰你瘦了。你是不是最近太忙了？你有頸啦，現在。你有脖子了。帥嗎？眼睛大嗎？下面時間交給你了啊！我之前就有進了。軟軟說的，軟軟說的。謝謝啊，感謝全場的好朋友，能夠來到這個3位美女的音樂會啊。我也不太，我粵語講的不太好。哎，我說的對嗎？好。我唱首歌吧，好不好？輸了你，因為時間又融了你正渴望的夢。我想我永遠不會懂我失去你，因為你卻依然如此冷靜。誰又能讓我珍惜？Thank you， 謝謝大家。OK，非常開心來到三姐妹花的音樂會，然後呢很開心能夠跟大家在一起，然後呢見證他們的友誼，然後呢也能夠給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機會唱歌給大家聽呢，都是我們的非常幸福的事情啊。然後呢這個照片選得挺好。這照片看着像退休了，就是。今天呢，我們就想通過音樂給大家帶來歡樂和溫暖和感動等等啦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不唱那個什麼，就是會哭的歌了。反正中製造一些些冷氣和希望。